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美好的时刻，看见青少年以及我们的主日学夏令营，他们用3天的学习、领受、奉献在主面前。感谢主，求你纪念他们所付出的辛劳，也求你的圣手抚摸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让他们从小看见神的恩典，体会跟神亲近所得到的力量跟祝福，他们一生都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我们要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求你也带领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智慧，得到力量。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跟我们主日学夏令营的结业展示有关了哈。那我们刚刚读了2段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再复习哈，会再复习。那这一群小朋友，他们花了3天的时间，完整的或是早上到傍晚了哈。还有这群青少年，他们在这里所付出的，不是为了一个活动节目把它完成了，而是因为发现这些小朋友能够在他们幼年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然后从不同的情境学习敬拜、学习祷告、学习亲近神，然后他们从小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祷告跟读经，然后他们在一生当中都能够学习，都能够在走到神的恩典的道路。所以也跟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最珍贵的儿童教养，或者珍贵的一个生命的教养，什么样是我们觉得最优先的，是我们觉得是不可缺的。那首先我要引用一篇文章哈，他谈到现代的家庭，他们针对小孩子的教育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思考。那不久前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他这样写哈，他说美国矽谷的科技2代，他们花高价送孩子去哪里呢？去完全没有科技的一个学园，私立学校，而且还不是正规的大型的学校，为了让他们在那边去学没有科技的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反差很大，对不对？因为美国矽谷的这个科技，他们就是把全世界最尖端的这些产品销售出来，而且每一项产品都是贵得不得了，而且还让人家爱不释手，让人家想要买，而且旧的一代还没过，就想要买新的一代。但是竟没有想到说，竟然这些科技的这个贵族呢，他们把自己下一代的孩子送到完全没有科技的学校。那这篇文章呢，他先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在我们台湾的社会或是整个世界，慢慢已经形成。有两本小说，他所描述的世界，一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家乔治·欧威尔他所写的《1984》。1984是这本书的名字哈。那在20世纪，乔治·欧威尔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用1984这一年做一个揭示，说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其实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对不对？那他讲到说，人们在这个时代会被政府利用各种工具无时无刻的监控着，然后你失去了你自己人生的自由，说话的自由。好了，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还感觉不清楚，因为1984刚好是牧师呢，从神学院毕业，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了哈。不过你发现到现在，哇，真的，这个小说所写的东西，现在都实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现在每一次看到电视的新闻，很多都在播什么呢？播那个店家的监视器、路边的监视器，发现了什么犯罪的行为开车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车每一辆车都配备了这样的一个监控系统。
好，看起来好像很方便，但是这些一旦用在有权力的人身上，就会产生一种无孔不入的监控。那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现在就是目前这种行为。之前听说，有位歌星呢，那个张学友在演唱会，对不对？大家嗨得很不得了。那些逃犯都跑去看张学友的唱歌，一唱不得了，到门口就被抓了，因为他们被监视系统看到，而且脸部辨识马上找出这个人有案底的，这个是逃犯。那现在更可怕的是，全中国不知道几亿只的一个监控系统，监控你每一个人，包括你的行为，你曾经说过什么话。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个原来是寓言的小说，现在已经实现在我们社会里面。那这个欧威尔他写的书成为一个政治的寓言，就是这样，因为太真实了。原先是一种寓言的小说，变得太真实，所以这本书呢成了好多种版本，而且不同的一个媒体，比如说电视啦、电影啦，都这样播出来，那就是昭示一个大眼睛随时在看着你哈。那这个情况已经来到了。那等到 AI 再普及的话，真的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逃不了。你的信用、你的生活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数据把它掌控到了。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好像不可逆了哈，你逃不掉，除非你跑到荒岛去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出名的小说叫赫胥黎他所写的哈。赫胥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丽新世界》，看来这个美丽不是真的美丽啦。这美丽就是说，他预言说，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人们因为单立在不同那种没有意义的娱乐当中，失去了关心重要议题的时间跟能力，就说被某种情境、某种好玩的东西绑住了，然后对正规的事、慎重的事、生命的事就没有时间去考虑。那用这两个小说来带出说，为什么现代美国的这个科技的新一代，他把小孩送到没有科技的地方。这是新世界在美丽新世界在我们台湾的一个版本都不同哈不同版本这本是最旧的，在新潮文库到现在一直在流传在我们当中。那这些事情看来好像寓言小说，现在已经完全发生在我们这个实在的社会，所以反倒它变成说，这些科技二代他们在追求一种特权。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很那个怎么样，很吊诡啦。不是什么特权，是原先上帝给我们的东西，现在变成要去追求才拿得到。什么特权呢？他们这些矽谷的高管，他们一边铸造那个非常炫的手机、平板电脑、社群网络科技产品，但是他们却一边把小孩子送到1年要3万块美金的无科技的学校、私立学校。那这些学校在美国都是要很高贵的花费。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连锁，我们叫做华德福工学园，在那个新化那边，在那个乡下，他小孩子都要去接触完全没有科技的东西。那现在这些不是他们故意标榜，好像觉得说我们比人家新潮，不是哦，是想要回到原始。因为新潮已经追求的不完了，我们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让孩子去干嘛呢？去学校是学，他们小孩子学养鸡，帮猪洗澡，还有呢，学会缝补你的衣服。衣服破了会不会自己补？扣子掉了你会不会自己缝？这些东西原来是我们最原始、最基本的东西，现在竟然要花钱去学。然后他要孩子跟自己开发出来的高科技产品隔绝起来，你看觉得非常矛盾，对不对？所以远离科技的这种教育呢，方式才被说成为矽谷这些科技新贵子女的特权呐哈。而且这个特权真的不是特权，是因为已经非常稀少了。就像我们现在在追求那个非转基因的食品。
我们的豆浆呢，我们所有的植物了，很多东西你要先看看有没有那个基因食品。那我们的饮料哈，包括我们所有的肉类，我们都是要想说最好是完全没有那个瘦肉精的。哇，大家一直在找这个东西。这原先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基本的，现在变成要花很多钱才找得到。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产生一种反差。这种反差呢，我们看到这些科技新贵自己知道，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并不是让他们小孩子就接触的。怎么发现说现在的小孩不得不每一个人都一台手机或是一台平板，因为他们被这些东西掌控住了。他们不要，他们想说好，你要来到哪里？你要来到这边，去到那个没有水泥地的，全部那个脏的猪栏里面。猪圈里面要养猪，让他们接触动物。那你会觉得说，这个以前我们早说小时候乡下阿公阿嬷不是这样子做吗？现在要花钱才得到。他们要学习一些体能的游戏，然后他们训练他们的一个反应力哈。他们要到那个养鸡场去养这些鸡，让它鸡怎么样喂他们东西吃，怎么样捡他们的鸡蛋。怎么样呢？让鸡能够非常的健康。那所以我们发现说，这篇文章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了哈，我们都惧怕或是防止的事已经产生了。他们把它称为说，这个就是电子毒品，已经把它界定成毒品了。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精神科医师他们要开什么门诊呢？开戒瘾，戒那个电子产品的瘾，因为那个瘾已经缠住了。那感觉上非常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他们在调查青少年一天注视荧幕的时间到惊人的程度。一个基金会他这样一个调查说，8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平均花费在荧幕前7个小时，甚至长达10个小时。当然，荧幕有的是玩没错啦，但是有时候在做作业也是要看荧幕，对不对？做很多事情联系、沟通都要用这种方式这个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排斥的，因为从小就这样子被培养出来。那问题是在于说，这样的东西对还没有人格成熟的小孩有什么影响？他们这样调查说，它是一种碎片化的信息。碎片化信息就是说看很好看，但是感觉是不能完整，在你的脑中，在你的逻辑，在你的思考里面站一个架构出来，看了就没了，所以这样的碎片化占据到一段时间的时候，青少年会失去他一个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或者说一件事情你可以专心做2-3个小时，他坐不住，因为好像一直要换，甚至说没办法看10分钟的影片。我们现在看到说，所有的电脑里面所充斥的影片都是短短的，最好是3分钟，叫做微电影，对不对？微影片，因为没有那么空看那么多，他不想看，他是一直挑。你完整的时间可以看3个小时，但是一片一片一直接下去。那这个重点是说，根据这些专家研究说，这样的东西根本不能让小孩一个完整的架构跟思想。那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觉得很担心哈。而且他说一个讯息爆点跟带来情感的满足，但是脑中充满的是垃圾快乐，所以到最后变成说失去自律还有逻辑思辨的能力。这个是无形中慢慢发生的。我们现在所有的3C 产品都产生这样的状况。他说高科技背景的家庭，他们开始在防范了。防范什么呢？因为这些社群产品，包括这些 Instagram 还有 Snapchat 这种事情，这种东西看起来好像哇，你可以交世界的朋友，对不对？但其实他说这个反而会损害了社群与情感的这个技能，因为你是跟机器在沟通，所以我们失去了表达的能力，不会沟通，甚至不会求助，甚至导致怎么样？会产生抑郁的心情，焦虑的事情，甚至曾经有发生过自杀的行为。
这些事情都是在一般的科学或是医学调查已经都出现了，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产生了。所以没有手机的时候，这些科技新闻觉得说，手机放下来，你就必须要跟人做一个实际的沟通，你要跟人家谈话，你要跟人家交流，你要跟人家求助，那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技能。这原先是上帝预备的，原先是一个没有3C 产品的时代，我们一个必要的事情，现在竟然需要特别花钱去学。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发现你的小孩，你每次跟他谈事情，他只讲 yes， 要不要，不想，要出去吗？点个头，完全没有办法跟你沟通。我们觉得你已经慢慢，你的小孩他没有失去了沟通的能力。我们当然不要那么的感到非常的什么那个恐惧感，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去小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小孩对机器这些社交软体是非常会用的，但是跟人的沟通就有产生了缺陷。所以一个最直接的证明是我们知道，创造苹果电脑的贾博士，他曾经很骄傲在显示他的第一代的 iPad， 但是呢，他在201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竟然说他不允许自己的小孩用 iPad， 而且限制他在家里面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那现在贾博士他在老早以前就这样子发觉了，更何况是这些科技新贵他们所以这群科技二代，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让我的小孩在成长第一时间不要接触电子产品，而是让他们接触上帝所创造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他们因为觉得这个理由是怎么样？因为他说，孩童当身心灵准备好之前，大概是国一的时段在之前就暴露在电脑的科技下面，会妨碍到什么？妨碍他们的身体的强壮。肢体的一个律动，一个健康的自律的心，而且包括控制他们的习惯。那这些东西呢，都要在自然的环境培养，但是3C 产品不能帮助他们。所以他说，这样如果太早接触电脑或是这些科技产品呢，这个结果会妨碍流利的艺术表达、创造力跟灵活灵敏的思维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觉得，正确教养儿童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是这样子，是这样，培养强壮的身体、健康的感官、全面和灵动的情感发展，以及对智力学习的热情跟好奇心，这些才是最基本的。这是一个本能，这是一个大致神所创造的人基本的能力。但是，一旦被3C 产品代替，这些东西可能会失去。所以他说，延迟接触科技的学习方法，最终将培养更强大的儿童。慢学反而比较早到。那这个我想到说，像我这个年纪这个年代，我们台湾很出名很多儿童少棒。哇，现在儿童少棒去美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哇，所有的美国那些高大的选手，我们都打败他们。我们台南曾经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少棒选手，可能年轻的不认识的，叫做许金木，有没有？他在美国投球的时候，那个动作变成一个标准来，但是呢，很可惜他回来国中就没办法再打球，因为他的肩膀已经坏掉了。那我用这个例子来跟我们提起说，电脑3C的产品也类似，你一旦太早让它沉溺在里面，你后续的发展就紧绷就没办法再发展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一个很大的吊诡的事情是，你创造科技，变成后来又抵制科技。我们创造很多很特别的食品，化学的食品，但是又不敢去吃，那只为了卖钱，只为了让我们觉得很方便。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那本书《美丽新世界》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部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刚好我们的夏令营结束了这些年轻人呢辛苦付出了，我们是不是也思考说，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什么？这个不同的教养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同的方式教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一篇短短的短文，他这样子说了
他说，其实我们家长给小孩子的东西，会形成他一生的影响。他这样说：宠出来的孩子很危险，捧出来的孩子很霸道，惯出来的孩子任性，教出来的孩子很脆弱，打出来的孩子会逆反，骂出来的孩子会糊涂。这个是比较属于负面的。我们家长用这样子的不好的方式教导出来的小孩，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习性出来。那另外一种是比较算是正面部分的哈，说逼出来的孩子会很出格哈，磨出来的孩子很坚强，苦出来的孩子呢很懂事，教出来的孩子很传统，闯出来的孩子勇敢，博出来的孩子成功。当然，他是用这个特殊的文句把它标榜出来。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父母亲或是我们老师、家长给孩子什么样的方式，他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的性格的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到底你希望给你的孩子什么样？我最近看到我们台湾这些年轻朋友或是这些青少年，他们的发展好像发展是两个极端的。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呢，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是顶尖的，让人家羡慕的。我们现在有世界球王有球后我们是在很多科技的研发上面呢，我们年轻朋友都是站在世界的顶峰。那小孩子创意包括今天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他们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觉我们那时代怎么不会这样子做？真的是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惊艳哈。但有一方面，我们看到这家长他造就出来的孩子是怎么样？我们说像小屁孩哈，我们说看到靠爸族啦、啃老族这些名词都已经出来了。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新闻报道说，很多人最惧怕的是小孩子他们的这个环境，他们的社区吵闹啦、乱烧东西、乱丢东西啦、打架他们说觉得比那个7月鬼月还严重，因为这些小孩太无法控制了他们平常在学校都没事现在无事就闹事了甚至闯了祸骑机车乱闯被这些家长吓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认真想要给孩子什么，每一个人都没有。我想做父母的心都大致类似，但是给他们什么样的，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判断，因为这个社会的风俗，这个社会的一个追求，你可能跟人家学，到底你的孩子需要这样吗？所以有一句话提醒说，你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妈宝，你先不要成为宝妈。意思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应付他，什么事情都帮他解决，让他完全没有一个自己解决的能力。所以也有之前一句话说，不要成为直升机父母。直升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时候随叫随到，孩子在学校缺什么，你就跑一趟路流汗要送给他，完全没有办法让他自己解决。看起来好像这个孩子很幸福，对不对？其实你在害他。那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整个对孩子美好的期望当中找到最优先的？一旦优先的对了，其他的也就对了。就好像你的方向对了，那你很多事情就省事了。但是你花了很多努力找错了方向越走会越远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圣经这样子给我们一个最珍贵的生命教养，他怎么说呢？箴言22章6节，他说要让他走正路。那这话比较笼统一点的他圣经这样讲是说，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生不忘。意思就是说，你小孩子让他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性格、正确的品格，他就一直会往这个方向走。你的心就安心下来，你不会为他将来的道路感到烦忧了。不同的翻译有这样写，说正路也是合宜的路，有单行的道。我们知道小孩子的可塑性很强，但是他们受到的影响也最重。我举一个例子说，我们小孩子在家里面，他可能父母亲喜欢吃的东西，一定会影响到小孩。所以我们会讲说，妈妈的味道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妈妈的味道是比别人好吃啦，
是因为他从小接触，从小品尝妈妈的做法，让他影响，所以他一生可能，比如说喜欢吃辣的啦，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的啦，他可能一生就改不过来了。那连这个吃东西的口味都这样子，更何况说有一些生活的品格习惯，面对事情的情绪处理，跟人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从小要培养出来。那我期待我们借着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在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儿童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会送牧师会送这些家长一本书，叫《犹太人的父母》，就分享他们说犹太人怎么教导他们的小孩。那我们听到有几位家长他讲说，牧师这本书我觉得看起来不错哦，原来可以学习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小孩怎么样成长。那犹太人的父母针对儿童所教导的是怎么样？他们是先从生命开始，一个生命的观念框架架构先开始，他们一定是优先做信仰的教育。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好像跟实际生活无关，其实是在调养出他的一个人生的态度，看到怎么样处理事情的一个方法，学会亲近上帝。所以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发现说这个生命的教养有这一些了哈，要先敬畏上帝，看到这个世界的宇宙的一个概念，你觉得是神所创造的，还是这个是自己自然产生的？对一个小孩子的心灵是影响多大？他如果说这个是自然来的，所以呢万物我都可以随便花费，你会觉得这个小孩将来会敬天敬人爱物吗？不会。但是他知道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特别的创造，我要珍惜使用，你才会谦卑下来。所以敬畏神，接受教导。第二个，学会生命的智慧。什么叫生命的智慧？不是一种知识上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你烦恼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你跟他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处理，做一件事情也要怎么选择，到底诱惑你怎么样去拒绝，这些就是智慧。这些智慧是从小去培养的，而且是培养优良的品格，还要训练正确的人际关系。刚刚我们说3C 产品让人小孩子直接在网络跟人家沟通，但是跟人之间不会沟通。我不知道你带小孩去一些家族或是一些长辈的家庭拜访的时候，你有没有训练说，来这个是阿姨，你要跟他请安，还是说算了啦，小孩子不懂连问个安都不会。然后到我们亲人的家里面，好像跟长辈都完全无关，他只是跑跟他同辈的玩在一起。那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我们生活上必备的东西而且是操练谋生的技能。所以犹太人很喜欢教他们小孩，看他们的性相，从小就学一项手艺，而且手艺可能将来成为他保命的工具。因为他们说，你有生命的有技能比给你钱好，因为你一旦跑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个钱还在不在但是你的技能能够让你生活下来。因为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太多亡国的时代他们有时候因为是寄居在别的国家嘛，有时候被人家赶逐就走了，你生命的财产就被留下来，你的房子带不走这是让小孩培养一种谋生的能力。那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好像无关紧要，但是却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人口的比例在世界是很少的，但他们影响世界是真的大到我们无法想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么说，圣经说你们要全心全情全力来爱主你们的上帝。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里，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外出，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断的温习这个诫命。你们要把这个诫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家里门框和大门上。那这些呢，都是这些我们所谓犹太人历代世世代代一直在教导他们的孩子的事情。我期待我们教会的家长也能够看重这件事情
以赛亚书54章13节，他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上帝的亲自教导，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这些就是我们在期待的事情，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为了3天的一个夏令营，今天结束，献上感恩。我也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帮忙这件事情，就是让孩子亲近上帝，接受祝福。刚刚我们读了第2段经文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说，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请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我觉得这一句话一个象征象征是说，我们带小孩来到教会，让他认识神，领受圣经的话语教导，然后让他们在教会的环境当中受学习，其实就是等于来给耶稣按手。我们求上帝带领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他们正在教会里面得到最好的祝福。所以鼓励大家把小孩带到教会。我们教会呢，这些老师很用心的，我们有2堂礼拜台语礼拜有的会友就将他的小孩带到教会来了。那孩子交给老师，你可以安心在这边做礼拜。做完礼拜小孩子下课了，你又带他回家或者一起吃饭，那是多么棒的安排！就是让你最省事的时候，那你小孩可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的教导。我们教会有一个新昌长老他那个小孩还没读幼稚园呢，他们就开始叫他学背圣经那我看到那个录影讲的一句一句讲的非常的明确，感觉小孩子这单纯的心学会背经句那就像耶稣说的，天国的子民就是像他们这些小孩子一样。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师资的那个主日学。这些老师呢，他们有敬畏神的心有爱心、专业负责照顾这群小朋友。你看现在台湾有很多教会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年轻人又外出了，连主日学都没有我们前几天开中会中会在发言的时候，有一些牧师讲说，现在有的教会没有青少年团契，有的教会没有主日学，听起来好可怕。教会没有小孩，那怎么办？那我们现在珍惜说，我们富强教会，大家有心来营造一个非常棒的上帝的花园、生命的花园。那你只要用心的鼓励你的小孩来到这里，我们的老师就有那样的恩赐能力，教导他们喜欢上这里。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家长来富强教会做礼拜，他可能没有什么渊源，是因为他说他的小孩喜欢这里爸爸妈妈就被抓过来了，因为他小孩喜欢这里，他不去别的地方，那家长就跟着来了。所以可见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不是浪得虚名的，是真的很用心的。我期待我们教会有那么棒的场地才几十个，很可惜100-200个更好对不对？因为我们场地够嘛。愿神祝福我们这3天我们的夏令营所付出的神的恩典，跟这一群年轻人同在。我相信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跟小孩的接触过程当中，也得到了更多，学到怎么样去关心小孩，看到小孩不同的个性、讲话、表达，他们怎样去处理，这些都是最宝贵的功课。求神亲自赐福给我们大家。